后来继续来看文化部长李英德就任满1个月，今仔日接受到广播电台的专访，针对着公视台语台一个节目主持人形容台湾是一个国家，引发着中国网友的不满。公司的回应是尊重，讲这位主持人引发风波的言论，是伫其他的网络频道所讲的，而个公司的节目完全无讲到政治的议题。李英德讲，伊尊重公司的处理。 我还是第一次主持到两国之间合作的节目。马来西亚籍主持人曲培聪上演频道介绍公司台语台旅游节目，因过因为形容台湾是一个国家，以及中国网友的不满，曲培聪赶紧回失礼，讲用词无妥当。公司嘛，伫面前顶面回应讲，曲培聪先生无甲公司台语台签约，对着曲培聪被攻击，感觉遗憾嘛尊重。文化部长李英德被问到的时嘛讲尊重。 文化部长的立场来看的话，我当然尊重公司的回应嘛哈，但是就说我以自己个人哈的看法来讲，我认为只要在公视频道，不管哪一个频道播出的，那就是公视的事哈，就是公视的这个节目了，所以我认为公视应该要有一个态度了。 他的谈论基本上是接受这个访问讲出来的。他因为经纪公司，他有他的考量，我们没办法去说不能怎么样，我们只能尊重他。但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很简单，第一个，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，我们的节目呢完全是不涉及到其他的议题，这个就是双方的合作。 李英德就任多满1个月，就提出别种看法甲规划，像坐车剧团，因为火烧厝道具烧了，伊就拍算要打造文化程度不留园区。新竹以北吧，因为有些剧团其实它规模不够大，这个道具哈，这个储存空间啊，那个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。 除了物流的仓库，文化部伫7月2日将发落民众每一人600块的艺放券，用伫看电影、买册也是其他的艺文活动，嘛将规划比较催暗注文的方式，互民众用手机下载 App， 流口来领，避免大家收济手造成电脑故障。